出埃及記33章12至17節。摩西對耶和華說：看，你曾對我說，將這百姓領上去，卻沒有讓我知道你要差派誰與我同去。你還說，我按你的名認識你，你也在我眼前蒙了恩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認識你，並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顧念這國是你的子民。耶和華說：我必親自去，讓你安心。摩西說：你若不親自去，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。現在人如何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豈不是因為你與我們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面上的萬民有分別嗎？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所說的這件事，我也會去做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。33章12到17節有兩個常用字，第一個係認識，又或者譯做知道；第二個係蒙恩。經文用我藉着名字認識你，同時亦都用在我雙眼前蒙恩作首尾呼應。咁樣，我哋睇到認識，又或者知道，同埋蒙恩呢兩個字成為全段嘅重點之一，說明之間嘅關係。點解摩西能夠喺神面前蒙恩？因為耶和華藉着名字嚟到認識摩西，但係經文卻冇清楚說明呢個係誰嘅名字，因而有兩個可能性嘅解釋。第一個嘅詮釋理解為摩西嘅名字，亦即係話神深深地藉着摩西嘅名字認識佢，代表神了解佢嘅出身、被造、性格、品格等等。神對一個人嘅認知，比呢個人本身對自己嘅認知嚟得更清楚。佢了解呢個人嘅潛能，亦都明白呢個人嘅掙扎，甚至睇到呢個人嘅未來。正因為耶和華對摩西嘅深深認識，所以摩西就喺神面前蒙恩。無論呢個名字係摩西嘅名字，定係耶和華嘅名字，耶和華都已經深深地認識摩西。呢個不但成為摩西喺神面前蒙恩嘅基礎，亦都同時成為我們得蒙神嘅恩典嘅基礎。好多時，我哋以為對自己已有不錯嘅認知，有啲人認為自己係萬能，亦都有啲人認為自己係無能。不過，無論自己對自己嘅認知有多少，都總不及神對我哋自身嘅認識咁深。神對我哋嘅認識，總係比我哋對自己嘅認識嚟得更清楚。呢個因為佢係造物主，亦都深深地認識我哋嘅主。既然如此，我哋已經喺神面前蒙咗恩啦。主啊，感謝你，謝謝你赦免我呢一個蒙恩嘅罪人，在你愛嘅深深處無法測度。你愛嘅包容高過天，深過海。你認識我，還比我認識自己更深，真係難以相信。求主賜俾孩子選擇相信，選擇正面去睇任何嘅事情，令到自己不要在負面情緒中不斷打轉。又求主幫助孩子唔好去逃避，確確實實面對自己嘅實相，接納自己，就好似主接納孩子一樣，使我同萬物同埋人能夠共融生活，就係因着你係認識我比我更深嘅上主，我順服你，聆聽你。阿們。